众位爱妃啊，现在朕已经掌握证据，后宫制衣局的女官阿琪用毒衣毒害德妃一案的真正幕后主使者，便是简亲王。万岁爷和德妃娘娘同时想到了这个主意，奴才以为这个主意极好，极有可能让纳琪开口。哀家也觉得这是个可行的主意。这个德妃果然够机灵，居然能跟皇帝合上拍了。德妃娘娘先找纳琪谈了话，感觉纳琪已经有了动摇，才向万岁爷做了禀报，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。众位爱妃啊，现在让朕很头痛的一件事是，那个纳琪就是死不开口，因为他对简亲王感情极深，他不愿意出卖简亲王，他更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他灭口。如果纳琪不开口作证，朕就无法定简亲王的罪。简亲王他是议政大臣，朕要定他的罪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。如果没有证据，那朕只能按照大清的律例，无罪释放他。皇上，臣妾倒是有个法子。既然这纳琪是关键的证人，那就让他开口。这各宫的衣服呢，平日都是纳琪亲自送来的，臣妾们跟他倒也熟，不如让臣妾们去劝说纳琪。德妃之前已经主动请缨，去说服过纳琪，好像纳琪有所动摇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，朕就希望各位爱妃能够依次轮流再去说服他，让他能够尽早开口。朕之前一直在怀疑，毒害德妃一案的真正幕后主使，可能就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。但是后来，朕听到那月的告发才知道，此事跟众爱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朕是倍感欣慰啊。诸位爱妃，如果能够主动去说服纳琪招供，那就是为我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朕和皇娘一定会对你们重赏，一定会厚待你们，都听明白了吗？臣妾定当效力，皇上圣明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先说纳琪到底谁先去谁后去，朕想就按照诸位爱妃的排位高低，一个一个去吧。静妃，你第一个，皇后最后一个。朕希望还没等皇贵妃出马，纳琪就已经开口招供了。皇上，臣妾希望不但不需要臣妾出马，就连兰贵妃、荣贵妃也无需出马，静妃几个妃子就能将纳琪拿下。最好静妃首战告捷，让纳琪乖乖开口。皇贵妃，本宫位低，纳琪怕是不会怕本宫。本宫估计，如果皇贵妃出面，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最大，因为纳琪平日里对皇贵妃本来就最为恭敬，而且给皇贵妃做的衣服也是分外尽心啊。静妃，你说这话实在是冤枉本宫了。这纳琪对本宫跟对各位姐妹是一样的，何来特别尽心这样的说法呀？是啊，静妃觉得皇贵妃娘娘的衣服更好看，那是因为皇贵妃娘娘长得更漂亮，所以让静妃产生了错觉吧。贤妃，恐怕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纳琪是简亲王的女人，而皇贵妃是简亲王的亲戚吧？淑妃，你说这话是别有用心吧？皇上都已经说了，这毒药跟我们后宫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本宫跟简亲王也没有任何联系，
你说这话到底是何目的啊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坐吧。静妃啊，你别多心。朕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、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。说服那奇，你们每个人必须要想好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说辞，也更应该明白自己该何时出场。好了，既然各位爱妃都已经听明白朕的话了，就可以回去准备了。还有，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臣妾告退。姐姐，你说皇上是真心让我们去劝那奇，还是设的一个圈套啊？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看皇上的样子，像是真心的，但也可能是个圈套。倘若真的是圈套，这件事情就非常可怕了。皇上是冲着本宫和你来的。这个简亲王，他简直是疯了，他怎么能去行刺皇上呢？姐姐做梦也没有想到简亲王会去行刺皇上。或许是简亲王发现事情十分的紧急危险，走投无路，才会孤注一掷吧。妹妹，简亲王行刺皇上之事与我们没有关系，不用管他。皇上想要定简亲王的罪，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毒医案。毒医案，皇上不是说了吗？是简亲王主使，与我们后宫无关。如果皇上说的是真心话，那我们还算是安全的，对吗？如果皇上是真心的，那我们就安全。前提还得那奇不招供。倘若那奇招了供，那我们便逃不掉了。妹妹不必如此紧张，大不了就是皇上赏赐的一杯毒酒罢了。姐姐，妹妹不想死啊！别哭了，倘若那奇招了供，姐姐认为咱们两个人的性命都很难保住。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，姐姐？因为那奇会供出本宫平时跟简亲王有联系，那简亲王就坐实了联系后宫、操作后宫的罪名。如果那奇和那月的口供一致，简亲王跟本宫这一条罪名就难逃了，明白吗？妹妹是明白，但是就算是加上一条我们与前庭串通的这一条罪，也不至于是杀头的罪啊。贤妃，你的脑子永远都少根筋。如果证实了简亲王平时跟本宫互通联系，那简亲王这一次行刺皇上的死罪，皇上是会怪罪到本宫头上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让那奇告诉简亲王4个字：破釜沉舟。那奇一旦招了供，他完全可以说是本宫和你让简亲王破釜沉舟杀掉皇上的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姐姐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告诉我，破釜沉舟这4个字，只是让简亲王大胆的去杀掉那奇灭口吗？姐姐当然是这个意思。姐姐怎么可能会让简亲王刺杀皇上呢？可是现在不是我们怎么说就行了的，我们的解释已经没有用了。那奇和那月为了免罪保密，一定会把所有的罪名加在本宫的头上。本宫一旦被定了罪，你也会被定罪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本宫和你一起做的。姐姐，
这些罪都加在一起，是无可赦免的死罪啊！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在纳奇开口之前毒死他。静妃娘娘，时辰到了。淑妃娘娘，请。淑妃娘娘，请吧。贤妃娘娘，请坐。请。拉齐女官，皇上都说了，简亲王是坏人，你哥哥已经告发他了，你为何还不愿意揭发他呢？贤妃娘娘，你就不用再劝纳齐了。出了这事儿，纳齐已经不想活了。他们想让纳齐诬告王爷，办不到。皇上都说了，简亲王确实犯有大罪，你难道连皇上的话都不信吗？可皇上也是听了我哥的话，才认为王爷有罪的。至于我哥为什么要诬告王爷，我也不清楚。纳齐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要想着死呢？还有那个毒医案，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。你将指使你的人说出来，他们会替你减轻罪行的。金太医，你有没有发现贤妃对纳齐下毒的迹象？鹰统领，卑职没有察觉到下毒的迹象。他若要下毒，肯定会有动作。可是贤妃坐在椅子上就没动过呀。可是如果贤妃不动手的话，难道皇贵妃要亲自动手？如果皇贵妃不动手，难道咱们猜错了？英格尔，你发现贤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你看他的手，风才微微颤动，现在又轻轻地敲打椅子上的扶手。他的注意力好像并不完全在纳齐身上。他用手敲打椅子扶手，说明他内心有些紧张，想用这个动作来放松自己。是啊，他确实在轻轻地敲打扶手。难道他准备要下毒了？英格尔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他好像在看着我们这边的墙壁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知道有人在监视他。
之前静妃和淑妃可都不是这样的。不可能，他发现不了。这个暗格是我们带走那岐之后临时装的，里面是没有破绽的。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那岐死了，谢妃娘娘也死了。不好，贤妃正在下毒，快走！金太医，贤妃，你们好狠！不对，不应该是这个时候。把贤妃抓起来！抓！交出毒药！贤妃，贤妃，贤妃！金太医，贤妃也中毒了。贤妃，毒药在哪儿？贤妃也中毒了。好了，吐出来就好了，已无性命之忧了。皇贵妃的毒计，好厉害！贤妃，你是想和那岐同归于尽吗？不，是皇贵妃娘娘骗了我。她告诉我，这个毒药会在几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，
这样就没有人相信是我下的毒。他还给我服了解药，什么解药啊？都是假的。他不仅想要纳奇的命，连我的命他也想要啊！这个皇贵妃真的是太狠毒了。知道吗？是德妃娘娘救了你们俩的命啊！要不是德妃娘娘及时发现了你在下毒，要是再晚一点儿，你们俩一个都活不了。德妃娘娘，我有罪。德妃娘娘，谢谢德妃娘娘。贤妃，快起来吧。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您是怎么发现情况？我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贤妃啊。这得归功于我唱戏的经验。唱戏的经验？是啊，这戏曲衣物袖子里经常藏有秘密，所以在审讯时，我特别留意过贤妃的袖子，发现她的手有异常。娘娘真是厉害。那现在已经可以证实，是皇贵妃做的案，是否要派人先把她抓起来？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禀报皇上了，皇上会处理的。樱统领，刘公公来了，人已经醒过来了。好，醒来就好。刘公公，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皇贵妃，皇上有没有下旨抓人？万岁爷有旨，先不管皇贵妃，让她做会儿美梦。万岁爷说了，等人醒以后立刻审讯。好。三位议政大臣，今日朕让你们听听什么是最真实的声音。简亲王嫉妒到底有没有罪？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贤妃，你犯了大罪，你犯了死罪。本公公是奉了万岁爷的旨意来审讯你，你必须如实的招供出你所知道的一切，这样万岁爷可以免你一死，还将酌情减罪。你愿意如实招供吗？愿意，只要能够惩罚皇贵妃这条毒蛇，我愿意招供一切。贤妃，你对皇贵妃让你毒死那奇一事，已经供认不讳。现在，本公公问你，皇贵妃为什么要毒死那奇，甚至连你也要一起毒死？皇贵妃要杀人灭口，是因为我和那奇知道她很多秘密，尤其是我知道她所有的秘密，所以她想将我一起毒死。我真的好傻，还相信她把我当作好姐妹。贤妃，你跟那奇到底知道了皇贵妃什么惊人秘密，以至于让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杀人灭口？她要杀那奇，是因为那奇是简亲王的女人，又是她和简亲王之间传话带信的人。那奇知道简亲王很多秘密，而且那奇又是毒害董小宛毒一案的执行人，所以他说，只要毒死了那奇，
我和他就安全了，简亲王也安全了。贤妃，那皇贵妃指的安全，是指毒医案，还是指什么其他危险？这句话，简亲王也是要除掉那岐的，但是还是提醒一下更好。那岐，贤妃是皇贵妃的心腹，平日贤妃和皇贵妃的关系你也清楚。贤妃的话，你不可能不信吧？贤妃娘娘的话，假不了。皇贵妃连贤妃都要杀，简亲王同她一样，都是魔鬼。简亲王不仅要杀我，还要杀了我哥。这一切也都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我问你，简亲王知道毒医案一事吗？知道，简亲王曾让我带过几次话。他说让皇贵妃尽快害死娘娘，说娘娘的死对皇上是最沉重的一击。那简亲王行刺皇上的事，他跟你说过吗？我逃到山庄后听他们说过，那个时候他正与我哥商议方案，刚好他的第一副统领也从怀柔赶了过来。我与哥哥都劝过他，说不要行刺皇上，因为此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他说皇上亲汉，皇上会毁了大清江山的。娘娘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，不是为了我与哥哥开脱。那岐知道那岐已经犯了死罪，但那岐不怕死。索大人，鄂大人，都听清楚了吗？皇上，臣一字不漏地听得清清楚楚。简亲王，他的罪行已经坐实了。皇上，简亲王嫉妒，当千刀万剐。我这么爱王爷，为了他，我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可王爷竟然要杀了我，我不想活了，我好后悔呀！贤妃，咱们现在聊聊失本禁毒案，陷害德妃娘娘的事吧。你们曾计划让灵儿在尸本上下毒，陷害德妃娘娘，是不是？德妃娘娘，这不是罪人的主意，这是皇贵妃的主意。皇贵妃确实想要毒害三阿哥，皇贵妃的愿望是能够封后登位，再生下阿哥，掌握后宫大权。她告诉我，这叫一箭双雕，一箭封侯。
若你说出刘公公还有殷统领尚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许你可以获得更多减罪。德妃娘娘惠命，不过你们确实漏掉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害得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，也是灵珠干的。你说什么？毒蝴蝶案也是灵珠干的？静妃不是已经承认了是她自己做的吗？可能是罪人说的不够准确，灵珠用毒蝴蝶对果真下了毒，但是它的毒药好像毒性没有那么大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毒蝴蝶一案，朕十分关心。朕之前以为朕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可刚才突然听到又有新的说法。你说毒蝴蝶一案是灵珠做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臣妾回，不，罪人回皇上。灵珠确实用了毒蝴蝶下毒害果真，但是他更大的目的是想打击当时的皇后索尔纳。灵珠和罪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索尔纳竟也想到了用毒蝴蝶去害果真。后来金太医查明，这是果真小产的毒，不是来自灵珠，是来自索尔纳。你这样说，是何依据？果真小产之后，灵珠便立刻知道这不是他毒蝴蝶的功劳。什么？不是功劳，罪人又说错话了。继续说。灵珠说，他的毒药不会那么快让果真小产，而且他对果真小产一事并没有太大的把握。后来金太医查明了，这是果真小产的，是一种蛇毒，这就可以更加证明不是灵珠那些毒蝴蝶所做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刚才有人向妹妹传话，说姐姐和我不用再去劝那奇了，那奇已经招了，不知是哪位姐妹立了大功呢？不管是哪位姐妹立的功，这个功啊都是帮你立的，你得打赏人家啊。姐姐为何如此说？那奇招了，灵珠铁定是完蛋了。这皇贵妃的大位给你腾出来了，你还不得打赏人家？姐姐真是说笑了，妹妹呀，若真是有那一日，那还得靠姐姐的恩赐呢。姐姐，我推算了一下时辰，觉得有些奇怪。说动那奇招供的，可能是你的脑袋，怕是保不住了。